苏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3天，找不着水。到了马拉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：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又说：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他们到了以琳那里，有12股水泉，70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。以上。我们现在请蔡牧师来讲道，讲道的题目是从马拉到以琳，从马拉到以琳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你，常常将你最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也因着你的爱，我们得着属天的能力。愿今天早上我们与你一同坐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在我们当中彰显了你的同在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他拣选也差派摩西，要带领在痛苦的以色列百姓能够离开在埃及，让他们脱离被捆绑被奴隶的日子。摩西，是摩西这个字，摩西这个名字就预表了耶稣基督。因为摩西的名字是因为他也是从水里被拯救出来的意思。回想看摩西出生的时候，法老王就要杀那些刚出生的男婴，他的母亲姐姐就想出了方法，从尼罗河里面帮他预备了一个生路。今天所有在痛苦深渊里面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爱，也因着他的牺牲和改变，我们的生命有了出路，有了盼望。摩西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为奴的生活，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。上帝亲自行了相当多的神迹奇事，好不容易离开了埃及，但是来到了红海边，看起来前面往前进是没有路，往后退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后面有追兵。所以上帝再一次行了更大的神迹，就是让红海可以分开，200万的以色列百姓可以经过红海的干地，走向上帝所要应许他们的一个新的天地。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走过去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15章的第2节一开始的时候，这里是摩西的赞美的诗歌。他这样赞美神，他大声的赞美神说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上帝，我要赞美他，是我父亲的上帝，我要尊崇他。弟兄姐妹，每一次你经历了上帝在你生命中所彰显的恩典的路，你也是像摩西这样的大声的来赞美神吗？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的目的，就是要为你开一条出路，就是为了让你得到生命，
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你的生命千万不要只留在原地不动，不要在原地踏步。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你不只想要拥有一个新生命，而且你已经决定，我的一生是要为主而活，我要活出美好。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分享的第一个，就是我们看到了怎么样从红海到苏尔的旷野。这让我体会到，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你要渴慕神。耶稣就是道，就是话，你要渴慕上帝的话语。出埃及记15章22节，摩西领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苏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3天，找不到水。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，我刚刚讲，他们经历了红海分开的这么大的神迹，你可以体会到摩西的赞美，所有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可以说是欢天喜地。但是摩西没有因为这样喘一口气，留在原地不动。摩西没有留在岸边，他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向前行。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，我们在人生的旅程里面，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自满，我已经有了主了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就不想动了。我们也是要继续向前行，我们一直要走到上帝所为我们计划和命定的祝福里面。这是上帝将你从黑暗中，从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停留在信仰的初阶，信主之后我们都很喜乐，但是上帝会带领你继续往前走。刚刚我们看到摩西他走过去的时候，来到的是苏尔的旷野。到底什么是旷野？旷野就是沙漠，就是无水之地，就是干旱。就像现在台湾，我不知道桃园，哇，特别缺水，就公5要停2。沙漠，那也是一个孤单的地方，没有水，没有路，没有食物，非常的炎热，可能温度高达40度。那也是一个你非常失望，甚至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方。一个刚刚决志信耶稣的人，如果他进到了旷野，不是告诉我耶稣是我人生的盼望吗？怎么会走到旷野呢？我不是从奴隶之地出来，你告诉那里我有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吗？怎么会走到那个旷野呢？请问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非常的失望，你会不断的抱怨发怨言吗？在台湾，就很多的人会把那么多的苦难，把那么多人生的逆境归咎于命运风水。什么是命？很多人觉得说我生来，我生来我的生命是生得不好，我怎么会来到这样的家庭？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环境？就会问自己是不是能够生在一个好的家庭，是不是生在太平盛世？
运，就是觉得自己的遭遇、自己的运势，就问自己：我是不是可以遇到贵人？我是不是可以找到好的另一半？我是不是可以遇到一个很棒的老板？我人生有没有更好的际遇？讲到风水，台湾人太迷信风水，每天要看日子，看阴宅，看阳宅，看环境，看节气。但是从以色列人的经历来看，他们体验到的，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这个上面我说的是命啊、运啊、风水，他们不是。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，是因为那里很苦，因为在那里他们是奴隶，他们没有自由，他们被剥削，被逼迫。但是后来离开埃及，好不容易得到自由，但是却来到旷野，来到旷野还是苦，所以又开始埋怨。以前到了红海，埋怨前面没有路，后面有追兵，但是上帝将红海分开了，他们走过了干地，来到安全的地方。可是在这个地方又没有水，没有水也抱怨，没有食物再继续抱怨。后来好不容易上帝降下了玛纳，又给他们食物，他们说这个食物太单调，还又继续抱怨。没有肉吃，好，鹌鹑这个鸟来了，觉得还是不满足。你知道在出埃及记16章，从第1节到第12节，我算了一下，总共出现了7次发怨言。神的百姓不断的发怨言，怨这个字清楚的描述以色列人他们觉得苦的原因。苦啊，为什么这么苦？苦不完嘛。苦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怨，所以怨是一个心境，而不是环境。同样情况出来了，但是我也看到这当中也有充满信心赞美的，像摩西、像迦勒、像约书亚这样的，因为他们看到以前没有的，但是现在却能够享受到的自由自主，他们不会再遭受逼迫，他们的生命不会再受到威胁，他们充满感恩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苦难不一定是由环境产生的，我常常觉得苦难是由你的心境决定的，所以关键不在环境，是在你的心境。当摩西带领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3天3夜，他们对摩西发怨言。但是你是否有想过，上帝让他们在旷野待了3天，而不是直接进入迦南地？他们刚经过了红海，红海就预表了受洗。刚信主的人，刚受洗的人，都是属灵的婴孩。你知道婴孩每天做什么？婴孩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吃喝。他们会有饥饿，会觉得口渴，可他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他们没有生产力。信主之后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婴孩可以慢慢的长大成熟，要懂得吃喝。如果你的孩子，你生出来的 baby 都不喝奶，每天厌食，我看你很烦恼。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，没有食物，所以产生了饥饿，
饥渴，没有水。所以婴孩如果没有人养育的话，没有人供应的话，3天大概就没命了，就死了。所以信主之后，你也一定会有一个属灵的饥渴，你会渴慕上帝的话。哥林多前书10章1节到第4节这样说：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们的祖宗都曾经在云下，都曾经从海中经过，都曾经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于摩西，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粮，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他们所喝的都是从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里出来的，这磐石就是基督。相信的说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受洗，你今天归主，最重要就是跟随着我们的灵的那个磐石那里来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只有吃喝灵奶和灵粮，他的生命才能够维系，他的生命才能够进入丰盛之地。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，主耶稣他跟我们说，人活着不单单的靠食物，乃是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。诗篇第1篇2到3节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们的主亲自告诉我们，食物重要，但是你不能单靠食物啊，还要靠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所有神的话，你每天都要像婴孩渴慕这些奶一样的渴慕这些话语。所以当我们开始读上帝的话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一切都会很顺利的，因为上帝的话供应我们，可以帮助我们长大成熟。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，你每天要从3方面来做起。第一个就是你每天要为你自己属灵的胃口来祷告。很多人前面摆的是山珍海味，吃不下，他只有一句话说，我没有胃口，我吃不下。所以第一个，你要为你有一个属灵的胃口来祷告，让你能够好好的吸收跟消化，得到这样的养分在你的生命里面。第二，你每天要按时诵读4章的圣经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渴慕1年可以把新旧约读过一次，那你至少你的读经进度是每天要读4章，这样你1年就可以读过一遍。第三，我知道迦南教会他用的是每日研经释义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本灵修月刊，你一定要有一个灵修在你旁边的这本手册。如果这个教会推动是哪一本灵修手册，你就按着这个教会所供应我们的，就去买一本。我不知道教会是要买还是供应的，如果是买，你就好好的订阅，就买一本，每天按进度，你也不用多吃，你就像每天清晨起来捡玛纳一样，每一天来领取这个神的粮食。你要每天灵修，单独会主，然后写属灵日记，让你的生命稳定的成长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了他们从苏尔进入到马拉的旷野，于是怎么样让苦水可以变成甜水？
出埃及记15章23节这样说：到了玛拿，就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个地的名字叫做玛拉。苏尔充满了沙漠，好不容易来到玛拉，找到水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渴了3天了，你看到哇水啊，你会不会太兴奋了？整个嘴都干了。你看到那里哇这么多水，你一定就弯下身子把水捧起来啊，赶快喝下去。一喝，这不能喝，太苦了。所以，当你在那个没有食物、没有水、又累又疲倦的时候，结果你喝了下去，竟然是苦的。当你一喝太苦了，你的动作是什么？啪，一定全部赶快吐掉，喝不下去，全部都吐出来。这一吐，所有的抱怨跟怨言就更大了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糟，生活条件越来越差，上帝所供应的好像不是甜水，是苦水。所以我们常说，我真的有些人常常在吐口水、吐苦水，那个吐出来都是苦的。那你是否会更多的埋怨或怀疑呢？所以出埃及记15章24到25节，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：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，就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跟旁边说试验。上帝在玛拉为以色列人定下律例典章，而且要试验他们。原来上帝容许一切的逆境、失败、挫折临到我们，其实就是要试验我们对他的信心。就像今天早上你读到亚伯拉罕献以撒，那是一个极大的信心，从无到有，现在又要将他好不容易有的有到10几年的东西再一次拿走。你是给是不给？你是去是不去？你是放下是不放下？没有经过试验的信心，不是真信心啊！我们确信一切的苦难和挑战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试验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，是更积极的，是为了将来做预备，目的是为了要建立和塑造我们，是为了永恒的好处。以至于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一直问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要问主啊，你要我学什么功课？主啊，你要训练我什么样的一个品格？主啊，你要让我学习可以怎么样更亲近你？肯定我们就不会在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你觉得到处都是马拉，苦得不得了。为什么上帝会试验你？因为他需要你来明白，到了旷野之后，你要面对的生活的考验和挑战，你需要更新而变化，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上帝盼望你在旷野里面喝到苦水的时候，就要明白，在旷野的每一步都是新的，每一步都要勇敢，你每一步都是你人生的第一步。罗马书12章第2节告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
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再想想看，为什么会遇到马拉呢？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跟随他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。如果知道自己是有信心，而且你是完全的信靠上帝的人，那就是你来到旷野或痛苦的时候，你不会改变，而且是你全然愿意的完全信靠上帝。上帝看为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因为人不容易改变的，你同意吗？人很刚硬的，你了解吗？因为人真的不容易改变，甚至也不愿意去改变，除非他遇到了艰难困苦，他遇到了走投无路，他才会去说好啦，那下一步呢？上帝就利用这无水无食物的旷野生活，引导我们专一的来信靠他。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跟带领。你知道改变要从哪里开始？跟旁边说，改变从我的口舌开始。你知道为什么他知道那是苦的？因为舌头会辨别那个地方是甜或苦，对吗？酸甜苦辣是从你的舌头来的。神要我们改变的是从你的舌头，主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那尝是一定舌头开始，所以你要从嘴里发出感谢赞美的话。真正的改变是从我们赞美上帝的口舌开始。当我们不再发怨言，当我们开始为环境来感谢上帝，很快的你就可以从马拉进入以琳，你就可以喝到最甘甜的、最可口的甜水。为什么那个品牌叫做可口可乐？可口你就一定会乐，是不是？刚受洗的弟兄姐妹，请你记得，环境再怎么恶劣，日子再怎么艰难，你都要说感谢主。越痛苦，你的感谢要越大。大困难就大赞美，大艰苦就大感谢。阿们吗？再发出感谢，你的苦水就会变成甜水了，你就能够品尝到主恩的滋味。就像摩西，他没有参在百姓当中，百姓已经抱怨到那个地步了。如果做一个领袖，继续掺着在百姓当中，他一起抱怨下去，你觉得他们还走得下去吗？我看到摩西，他的方法是，他来到神面前，赞美，继续祈求，所以上帝就指示他一棵树，就你把树丢到水里，水就会变甜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棵树，那是一个木头，树砍下来嘛，把一个树丢到水里，那个树就预表了耶稣的十字架，丢到了苦水，水会变甜。所以你要赞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你要赞美耶稣。当我们不断赞美的时候，苦的也会变成甜的。耶稣不只是把水变甜，耶稣也把水变酒。我们的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旧约、新约当中，水都可以改变的。秘诀是什么？就是你学会感谢、赞美上帝。
再次提醒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，福气是从感谢来的。跟旁边说，福气是从感谢来的。感恩就是上对下的祝福，从上面到下面来的祝福。当我们发现这个秘诀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更多的祝福了。越感恩的儿女，上帝给的就越多。很多人遇到困难，他的祷告都是：主啊，求你挪开我的困难。上帝啊，求你改变环境。上帝啊，你来改变那个人。他都改变别人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最需要改变的是自己。跟旁边说，最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。当你越改变，你要发出感谢，凡事谢恩啊，就是你把上帝给你的方法，就是透过主耶稣，他进到你的苦难当中，那个水会改变，会变成甜的。阿们吗？第三点，我们要从马拉的旷野到以琳的12股水泉，也就是让我们住在基督里。出埃及记15章27节，他们到了以琳，那里有12股水泉，70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安营啊！上帝用什么方法使苦变甜呢？他就指示摩西，我刚刚讲，将一棵树丢到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很明显的，我再讲一次，不是那一棵树有什么功效啊？就好像你还记得以色列百姓曾经在旷野里面被毒蛇咬，对不对？被火蛇咬，对吗？他们也是抱怨啊。那个事情发生的民数记，你看他所记录的也是抱怨啊。抱怨最后没办法，咬的也死了一堆了，只好再来求摩西，你跟神再说吧。后来神又指示他说：“你拿一个木头，挂一个铜蛇，对不对？那举起来，凡是望着那个铜蛇的，就不会死了，就好了。”请问你看是不看？你相信以色列百姓那个铜蛇诀他是看是不看啊？我看有一半的人是不看啊，宁死不看啊，因为人很刚硬啊，看就得救了。今天在台湾，你告诉他说信耶稣，你仰望十字架，你就得救了，不看。所以台湾信主的人就是6%，还有94%人没有看。所以我说不是那一棵树，其实因为上帝的介入啊。当那一棵树丢到水里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很奇妙哎。就量来讲，那个马拉那个地方的水丢进去之后，那水很多。请问一下，是那棵树丢进去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树旁边这里的水哇变甜的，这旁边也是甜的，是这样吗？还是苦的吗？是整个水，整个马拉的水。因为那一棵树丢进去，整个水变甜，还是某一区块的水甜，这边的水苦？你觉得是什么？是不是全部变甜？一次全部改变。所以我看就量来说，那是所有喝的水全部变甜了，没有选择性的，全面性。就值呢？就值来说，马拉这个字。马拉就是苦，马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形容苦，有5种苦啊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吃东西，你看那个苦瓜苦不苦？对不对？黄连苦不苦啊？可能有苦的程度，你知道吗？希伯来文这个苦有5个字，马拉是里面最苦中的苦啊。可是最苦的水都可以变甜水，怎么可能？就时间来讲，
好，那棵树是要等那一棵树慢慢长大，发出嫩芽，哇，长出果子，那棵树才得到果效，还是它丢进去的时候，水不需要经过那一棵树的成长，不需要开花结果，水池就瞬间改变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那是瞬间的。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的信心，我说抓住刹那就是永恒。信耶稣得永生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说信耶稣？我跟你慢慢来，我会考验你5年，5年后你就得救了？不是这样。信耶稣得永生，你传福音告诉他，信耶稣，你相信，就像你一抬头望着那个木头上的铜蛇，你就得救了一样。仰望耶稣就得救了，阿们吗？所以除了神迹之外，我们没有办法解释，上帝绝对可以将苦变甜的。上帝不仅及时的将水变甜，他还进一个动作，让百姓们就被他带领来到了以琳。以琳是有12股水泉，又有70棵棕树。你想一想看，那是在沙漠里面的一块绿洲，使他们能够有足够的水源供应。有了水，照说以色列百姓应该觉得就没有苦，不会再有苦的感觉了。但其实不然。以后你们继续看到，为什么以色列后来还是觉得苦？那是因为他们仍然不信，所以痛苦就如影随形的跟着他们。今天上帝提醒我们要进到以琳，我们的目标就是住在基督里。以琳代表丰盛，代表多结果子。那12个支派都有水可以喝，每个支派也都有树。上帝要让我们安居乐业的地方，是来到以琳，也提醒我们。你看最近尼泊尔大地震7.9级，造成了超过5000人以上死亡，那也是瞬间。所以一瞬间，照他统计，要完全去重建需要50亿美元，50亿美元。一摇动3-5秒钟，需要后面的工作但是失去的生命是完全无可挽回。这世界就像破掉、坏掉的老旧的衣服、房子一样，一震动之后，很多的人也跟着震动。但是神的国度是永远不会震动的，你的安全感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，阿们吗？所以出埃及记15章26节，上帝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：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在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的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这是怎么来的呢？我觉得是遵守上帝的诫命跟律法，这个与上帝的医治是有关联的。而且这两者，我们在想怎么让一个痛苦变成甘甜，因为上帝是最大的医生，他医治是全人的医治，是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完全的医治。上帝给我们的药就是他的话，所以100%是上帝的恩典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也要有100%的责任。医生给我们药，如果你不吃，病怎么会得医治？所以我再一次鼓励弟兄姐妹，要认真的来读上帝的话，要完全的信靠上帝的话，然后也去遵行他的话。今天上帝仍然对我们说话，要我们仰望追求那看不到永恒的，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。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就是我们信主只不过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但是要记得，你的生命
是从没有水到有水，有水到苦水，你从苦水可以变成甜水。我再告诉你，从甜水可以变成活水。神要让你在腹中流出所有的活水的江河。上帝给我们一生很重要的计划跟命定，特别是已经进入教会信主的人，我再次鼓励你，不要停留在旷野里面，不要停留在马拉，是要住在以琳，要住在那里有很多的水泉，有很高大的棕树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在那里安息，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和丰盛。要记得渴慕灵粮，按时去吃，每天稳定的读上帝的话。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从赞美感谢上帝开始，让苦水变成甜水。我相信你的生命可以苦尽甘来。最后就是你天天的盼望住在耶稣基督里，享受他丰盛的活水泉源。上帝的国永远不会改变。跟旁边说，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更真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主啊，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，所望之事的确据。我相信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更真实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的天粮，你是我们属灵的粮食。求你再次的帮助每一个属你孩子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殷勤的每天领受你从天上来的供应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